2场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大家平安，平安。让我们一起站起来，用我们的歌声赞美我们的神。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是我山寨，我救恩的保障。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我主。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的坚固城。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挪移，但是信实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我山寨，我救恩的保障。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我主。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的坚固城。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小山会挪移，但你信实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要不住的感谢，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挪移，但你信实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但你信实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但你信实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跟随主默主，海浪之中我迷不沉落，旷野之中
为我征战。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赎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云柱破竹，海浪之中我必不闪落，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在背，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边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力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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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边的星星，要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我征战，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唱这首歌。我愿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因你恩典是我的新生命，
所求，只愿能认识你，所有成就都不能够与我的主荣耀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主啊，你是我的依靠，你把我们从一切的苦难中拯救出来，你赐给我们力量和盼望，让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来追求你。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也深刻的知道，耶稣基督，你就是我们的源头，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是你让我们得以完全，得以在此向你高声的歌唱。从今以后，我们要牢记你的话语，坚定我们的心，一生做你喜悦的儿女。孩子将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依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告别我们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我们现在进行奉献，我们请同工。
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作为我们的牧者，一生牧养我们到永远。你使我们不致缺乏，因为你的供应是无比的丰盛。你也用你的名引导我们走正直公义的道路，即使我们在阴暗的低谷，也不怕灾害，因为你必成为我们的保护。主啊，谢谢你在我们所行的路上，用你的杖、你的竿引领我们，扶持我，安慰我。当我们在困苦难处中，你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使我们能依靠你站立的稳。愿一切颂赞感谢都归给你。我们最后也要用主你所教导的主祷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现在进行报告，我们可以翻开周报。我们一样持续为公祷事项以及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来祷告。教会消息第一点，中午志梅牧师要前往李春生纪念教会主持小会。第二点，本会向台湾神学研究学院申请神学生黄胜祥自7月1号赴任。那主要负责儿童主日学，那感谢主的引领，愿我们的儿童主日宗教教育能够持续加深加广。我们往后看一下，我们谢谢大家，我们教会服侍学习，一起欢迎他。来，第三点，本主日下午4点到下礼拜一，2位牧师参加中区牧者退休会。那第4点，请各团契会长提交第3季的服事班表给干事会诊。那第5点，6月18礼拜二，如此晴空教会在本堂1楼进行2手衣义卖。那扣除相关成本后，悉数奉献给教会当宣教基金。那详细已经张贴在公布栏，欢迎大家共襄盛举。第6点，6月29到30号，本会举行长职同工退休会。那地点在新竹圣经学院。那该主日邀请纪元安牧师证道，愿主保守赐福。那团契消息我们自己看，以及肢体消息有2位姐妹在6月22跟6月26有告别礼拜跟安葬礼拜，那有要参加的请到1楼登记。奉献明细我们自己看，那有错误的请到1楼跟干事更正。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今天的圣经记载在提摩太后书3章10到17节。那我来念，大家来看。第10节，但你已经追随了我的教导、行为、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迫害和苦难。我忍受了何等的迫害，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其实，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将受迫害。只是作恶和骗人的，将变本加厉，迷惑人也被人迷惑。至于你要持守所学习和所确信的，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在基督耶稣里的信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各样的善事。正道，我们请一节牧师正道。今天的题目是无愧的工人。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教会的冷气3楼的跟2楼的后面，故障。然后今天早上这3台
我6点多开冷气的时候还好的哈，一直到快8点半也突然坏掉，这样的状况就知道哈是没有冷媒，没有冷媒它就会自动断电，所以现在这边是送风，所以哈你看这个摇扇子哈可以往这边有冷气，哦，所以大家哈那个可以往这边啊。那其实今天呢，我们整个环境很贴切牧师今天要分享的2个主题，叫做苦难与金钱啊。所以我们现在这边先经过苦难，好不好？等一下苦难完之后，我们到1楼，哦那边冷气还有爱餐，我们就会享受欢乐。所以我享受欢乐之前要先经过苦难。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愿你的话语亲自带来安慰，带来医治，带来盼望。愿我们听了能够照这样来行。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今天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3章10到17节。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被称为叫教牧书信，顾名思义，它就是帮助传道人牧养教会，以及教会运作对传道人的一个生活指南。教会是什么？从人的角度来看，教会是人聚集的地方。小赖，你为什么来做礼拜？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教会是通过上帝呼召人聚集在这边，所以我们能来礼拜，其实不是我们主动今天我们要不要来，而是上帝他是主动，而我们是被动。牧师在33岁以前，我连教会连进去都没进去过。从小在教会长大，人觉得哪有可能啊？没有去过教会哦，至少什么圣诞节什么哈，都有人邀请你讲，没有。所以我们知道，教会是上帝主动，人是被动，而且教会它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教会。也就是说，我们的亲人、我们的信仰前辈他们在几十年前他们的努力。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到建成教会现在是长成这样子，在他们的世代，他们不会看到成果，因为我们人是有时间的限制，但是上帝的教会却不会受限制。另外，神学家加尔文也把教会比喻成为什么？母亲啊，妈妈。教会就好像妈妈在肚子里面怀孕、生育、喂养、关怀她，引领信徒们的母亲。那信徒们，既然你来到教会，不管什么原因，你都不能离开这个教会、这个学校，你要在这边终身学习。可能一点挫折会一点怎么样？那个是操练啊。这个学校才刚刚要训练你的时候，你就跑掉了。由于教会是我们的母亲，当看到因着世界的影响，或者是弟兄姐妹种种的原因争吵不下的时候，那个母亲会非常的焦急担心啊。就我们在家里面，如果看到兄弟在吵，之前牧师有讲过嘛哈。我的妈妈看到我跟我大哥的关系是这么的恶劣的时候，她其实心里也很焦急。她那时候我分享过嘛哈，那时候我爸妈他们住桃园，每次我跟志梅牧师我们要家里要回桃园的时候，他们很开心，但是又很担心。为什么？2个兄弟见面，那阵子我妈妈，我可以看到她，感觉她的腰都是垂下来的，因为她很担心。当我们和好了之后，她腰起来了，腰杆起来了，很担心。今天经文的背景，提摩太后书的背景一样，面对了一些假教师对教会的攻击，依然传讲那些似是而非的福音，甚至在看似敬虔的外貌。有敬虔的外貌，就是因为有敬虔的外貌，以至于会有很多人跟着他，以至于走偏差了，离开真理，让教会不是彼此相爱，反而是彼此在争吵。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跟写提摩太后书，保罗已经不在的地方不一样。
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已经被关到监狱里面了。保罗虽然人在监狱里面，他知道提摩太带领的教会，他一样心急如焚啊，心急如焚，所以他就写了提摩太后书，写信鼓励年轻的传道提摩太啊，提醒他：你虽然年纪小，但是很多事情你要知道。什么事情？如今教会写信过来，他知道发生的这些事情，代表末后的日子已经到了。记载在235页，大家翻译一下《提摩太后书》3章1到5节，因为没有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235页，好，大家前面的圣经235页，标题叫“末世的人性”，末世的人性。好，如果翻到了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请。你该知道，因为那时人要专。好，到这边，保罗告诉提摩太，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在教会嘞。你们很惊讶，教会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这个是教会。当牧师我们在读这19项末世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觉得，其实现在21世纪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就是这样子吗？人吃人啊！而且那时讲是教会发生的这个状况，我们会不会担忧？会啊。我们所居住的台湾，现在是全世界公认的诈骗王国啊！哇，昨天又有说有人在视讯假冒警察，然后那个富人就到银行领了40，要把全部领空，还好行员机警。大家心里面想，怎么那么容易被骗？我跟你讲，就是这么容易被骗。所以呢，保罗跟提摩太讲说，这样的人你要避开他嘞。保罗很少在圣经里面讲你要避开他，因为知道我们没办法去承受这样的一个诱惑，承受这样的诱惑，我们要去避开他，避开他。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物价年年的高涨，年轻人要居住都很不容易，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远、复杂、自私。信用2个字在现在越来越不值钱。牧师的长辈，其实在我们小时候，牧师长辈那代一诺千金，真的叫做一诺千金啊。现在不是书面写好都可以反悔。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亲人对簿公堂，啊，为了财产手足相残，等等很多的，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呈现的是人背后的贪婪、跟骄傲以及软弱。因为人很软弱，我就非得要不可嘛，所以我会想处心积虑争取我自己的权益。在上个礼拜，牧师有讲到世俗的价值观跟成功神学大举入侵教会，让基督的教会被稀释，甚至我们的信仰都被简化。让有心人士他会用他自己想要的、爱说的那个经文，他来阐述。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那些敬虔的外貌的人更恐怖啊！坏人我们一看就知道，但是假装戴个面具的坏人才恐怖啊！所以我们常常我们都是被旁边最熟悉的人、朋友，或者是所谓的女生叫做什么？闺蜜。突然不是哦，常常都被闺蜜陷害嘛，对不对？所以闺蜜还是要小心一点的哈，不要把你的男朋友介绍给闺蜜认识。牧师也碰过，不要说你们了。我年轻的时候也碰过啊，我最好的同学啊，我跟志梅牧师在交往啊，后来他也喜欢上志梅牧师啊，这是真的。
我们也反目成仇了，你知道吗？反目成仇，真的打死不相往来。高中最好的同学，高中的，所以闺蜜不要，这是真的，真的好，不要介绍啊。所以金钱的外貌是最恐怖的，他披了一个宗教的外衣啊，这种人你要躲开。比如说常常参加一个特会，因为很近前都是很多的大牧者，或者是一些名人，因为他们都很会讲，他们会吸引你。保罗提醒我们要躲开。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第10节。第10节，但你已经提摩太，你已经追随了我的教导，行为、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保罗再一次告诉提摩太，你和那些假教师是不一样的哦。那些假教师很容易，因为我们很容易被假教师外在的行为模式动摇我们的心啊。我们会不会羡慕外在很漂亮的？会不会？会羡慕林志玲的举手一下？会羡慕3兆人的举手一下？林志玲有人举手哈，刚刚有人举一半，你举不好意思，牧师打扰你哈。他有举，有人举哦，有人举。会很羡慕那个黄仁勋的举手一下。3兆人，有啊，你看后面有人举手啊。我们都很会啊，很快速啊。牧师那时候我讲说，我那个还没信主之前，我也希望乐透能够一夕致富啊。有没有人想一夕致富的举手？你看，哇，有还真的那么多。我也想一夕致富，天哪，我变那么煎饼果实，还没弄来弄去，不小心手要烫到，对不对？一下，那个就一夕致富就好。小赖一首歌就红了，多好！我们都需要这样子。但是保罗他一直在提醒提摩太，你要坚持住啊！坚持什么？坚持你以前跟我所学的真理啊！你要坚持所学的真理啊！保罗的意思是要让提摩太成为一个身教重于言教的人啊！你要以身作则啊！如果义节牧师跟知梅牧师啊，在台上说一套做一套，你们觉得怎么样？一定很无言吧？这种人多不多？很多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都很多名人啊，你很羡慕的名人，突然被八卦那个抓到一个不好的事情，你就对你的打击非常的大。你知道吗？有很多的信徒很可怜，他很敬虔，他来教会，但是牧师因为在情或者什么出了问题之后，那些弟兄姐妹无法相信，你知道吗？你知道多对他们是多残忍的打击啊，多残忍的打击。所以保罗希望那个提摩太，你要成为一个以身作则的传道人。经文14节到17节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好，来，请。至于你要持守。14节到17节，让我们看到保罗继续提醒提摩太不要忘记，其实也是在提醒现在的我们。我们在信仰的旅程当中，我们要跟随对的人跟环境。建成就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啊，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建成怎么样？真的啊，这个环境很重要啊，像我们子瑜就是跟对不对的环境啊，现在离职了。那个环境啊，那个公司不是很好吗？可是那个环境你可以改天听他讲，对不对？环境很重要，对人很重要。还有就是圣经啊，这边告诉我们，圣经灵修实践很重要，不要一直听人家讲。耶稣是谁？你不要听人家讲，你要自己去经历，读圣经自己去经历。
而且不要这里看华丽的外表，其实世俗宽大不实的言语啊。那些名人，那些大的牧者，我跟你讲，都口才都比牧师好100倍。他们都很会讲，哪一个动作他们都已经预备好了。这个时候要向右几步，他们都比什么？他们都已经都不知道复习几次了。如果你去参加某一个人的东西哈，我记得以前我在补习班的时候，早上去听同样一个那个讲师的课，然后下午晚上再听一次。你知道吗？那个补习班的老师他已经变成机器人了，他讲的笑话一模一样。那什么时候讲那个笑话也是一样，他讲都一模一样。你看。名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只有学习敬虔的信仰前辈，这样一代一代，我们从他们生命上面看到耶稣，看到基督，看到十字架。也唯有上帝的话，才可以亲自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啊。最近我们教会事情很多，啊，婚丧。喜庆，不知道谁跟我讲，牧师，你最近好像119哈，119那个，我去只是代表教会，真正的是上帝的话，上帝的灵能安慰他。那个我们里面有一个100岁的嘛哈，我们教会的大姐回天家了哦，我们教会的大姐回天家了哈。他的儿子，我们那天去那个礼仪公司协商的，他跟我讲，牧师。你那一天来医院帮我妈妈祷告过我妈妈整个眉头本来伸锁就不见了。我想说我有那么厉害吗？不见了。然后她整个身体放松了。我跟你讲，那个不是是上帝，上帝亲自来安慰她，亲自让她息了劳苦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11节，再往回。11节，保罗在陈述到他所受到的一个苦难。保罗说：“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这是一些城市所遭遇的迫害和苦难，我忍受了何等的迫害！但从这一切的苦难当中，他经历上帝真的把他救了出来。”我们常常讲我们的福音好消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你在传什么好消息？长老教会有一个台语一个笑话叫做“信耶稣有什么好处？你知唔知？是我车，是我家，是我亲，是我欠钱啊，欠钱免行好不？”这个也是成功神学的概念啊，免行啊，还是我们信学的世界跟着世界转变，包装成为人们很喜欢的，我们叫做有应功的神明阿拉丁的神明。我们追求表面的成功、幸福、医治、满足自己的一个福音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那种装可爱。立安，你幸福吗？你不是回答什么？是昨天你爸爸讲的。你爸爸昨天呢，在婚礼的时候，你爸爸昨天非常的活泼，你知道？你问若仪，他都看到台上的人他说你幸福吗？很美满，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说你很幸福、很美满，不是这样的一个信仰。这样的信仰就像保罗所强调，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一个本质这样的教会跟信徒在现代的教会里面非常非常的多。他们有些人去做礼拜他们会祷告而且他们祷告很厉害但是你会觉得那个都是背起来，很自私的祷告。他很厉害很厉害然后他也很尽心的服侍，甚至担任，不管是在教会任何地方，他是很重要的一个职分。但是他信的上帝可能，并不是保罗所传定十字架那位的耶稣因为他在外面私底下你看不到的行为非常非常的糟糕。哥林多前书2章2节，保罗说：“我决定在你们中间，我什么都不讲，我只有传讲耶稣基督以及十字架的事。跟随什么人做什么事非常的重要。”哥林多前书1章18节，保罗又接着说：“
十字架的信息啊，对那些灭亡的人是很傻的。十字架是很傻的，你怎么可能？你们的没有一个神定十字架的啦。你看外面信的关公多威武啊，关公多威武，或者其他的哇，那种升天多好，那没错。只有你们的神是定十字架的神，但是十字架对于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来讲，是一个上帝大人的显现。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基督教十字架的信息被某些偏差、有影响力的人所忽视了，甚至他不再想十字架，只想幸福美满、丰盛。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有一定的年纪，甚至有经过一些小风小浪，甚至大风大浪的人，应该有这样共同的感受。真正的信仰是怎么样？我们会一起经历什么？耶稣钉十字架的痛苦啊！牧师也是走投无路才来认识上帝的，刚认识上帝的时候，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啦。我们的身心灵在信仰旅程当中，还是会有很多的挣扎。我们甚至还会遭受到很多身体病痛的折磨，失去盼望啊！牧师前几天去看昭明的姐姐啊，大概51岁，可能有人不知道，她现在是在做化疗。她今天早上6点已经出来了。牧师，我不晓得我的肚子里面长了一个12公分的东西，太可恶了。我说为什么可恶？对啊，怪不得我这么不舒服。但是在弟兄姐妹的关心陪伴当中，其实他都一直很顺服，但是他还跟牧师讲，我想要活下来。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爸妈都还在。他说：“牧师，我真的很有信心，我有很多人陪伴我，因为那一天是他一个朋友在照顾他。他说他还有很多的朋友，他很多朋友很多。他在龙总，他有好多的人在咖啡厅上班，拿着电脑，在龙总的咖啡厅那边上班陪他啦。因为有时不能进去太多人嘛，等到会客的时候，平板大家都收起来，然后跑上去看他。他有很多的朋友看他。”他们都成为很大的鼓励，让我也知道教会在替他祷告。因为这样，我们会渐渐经历着跟耶稣一同复活啊，那种雨过天晴、迎过苦难，那种真正的有那种平安呐、跟喜乐。我们的信仰是这一种真真实实，你要去实践到的一个信仰，而不是打一个兴奋剂给你。打一针，你又可以跳了，又可以动了。等到动没多久，你又不行了。实际这样的苦难绝对不是耻笑。在早期的信徒呢，大家都会笑，啊，信那个什么教啊，信那个什么教，会耻笑你，或者没有能力的记号。反倒十字架帮助我们重新站起来，牧师也是帮助我重新站起来。保罗为了宣扬基督的福音，宣扬那位从死人中复活的上帝，世间人唯一的拯救，他一辈子在奔跑。他不知说遭受了多少的艰难，甚至差点死掉。其实他后来也是被处死。保罗是这样，100多年前的马偕博士也是这样来到台湾。你们知道吗？有很多的无名的宣教士。他们都还没有上到台湾就死掉，为什么？坐船要上岸的时候浪太大，就死了，这个都有记载哦，就死哦。他们的宣教从他们的家乡出来哦，他读了可能博士什么，然后都还没有踏上就死了，会不会冤枉？不会啊，他永远记得，他永远记得这些无名英雄。建成呢？建成几年了，大家知道吗？来这边老建成，从小在建成长大的，举手一下。先等一下，从小在建成长大，举手一下，举手一下。哦，还不少哈。哎，建成几年？70。牧师当牧师几年就是几年了，就是后面那个哈。75年了。75年当中有
多少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阿公阿嬷，但是我们的叔叔伯伯阿姨，他们为了建成教会，他们付出了多少心力、金钱在这个上面。我们来读最后一节12节。12节这么说：其实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将受到迫害。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哦，玩真的，牧师讲是玩真的。牧师认识耶稣以前，我在拜那个民间拜，我也玩很真哦，我也是玩真的在拜哦，我不是玩假的哦。当我们敬虔要玩真的时候，我们将受到迫害。保罗说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上个礼拜牧师有讲到，想要对上帝敬虔的人，需要不断在信仰上操练。好，台湾最近篮球非常的火热哈，我们昨天哈，纵使昨天晚上哈，在那个喜宴哈，哇，我对面的陈宇翔也是手机看的，因为刚好在直播篮球啊，哦。打到最后一秒啊，我看他那个菜都吃不了多少，因为打到最后一秒才分出胜负啊。林书豪的那个哈，我们都知道篮球啊，任何的运动在训练的时候苦不苦啊？来，这边有参加过那个我们这边有体育系的训练苦不苦？哎，等一下，潘姐你是体育系的吗？啊，你不是哦，那你为什么都在跑舞？好，有是运动，从小有参加什么校队运动员的有举手一下。凯华嘛，凯华你是什么的？田径队哦，训练苦不苦？子爱也是田径队的哦，子爱那时候更厉害，在日新国小的时候，两个那个打羽毛球跟田径队，早上训练跑步，然后下午打羽球。后来我说你们这样不行，你选一个。啊，那个要上场比赛的时候，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训练，训练是会哭的哦。我跟你讲，你看在举重那个是会哭的哦。牧师是比较老人哈，我有看过那个乔丹哈，他的那个纪录片，他那时候一直打输哦所谓的坏小孩那一队的时候，他开始下定决心，他开始要健身，他要比他们强壮，哦，那就开始训练，那是很痛苦的。我们的信仰也是需要操练的，我们要操练到让魔鬼不会来引诱我们走世界的路。保罗最后提醒提摩太要有心理准备，你一定会受迫害。弟兄姐妹，你成为基督徒，你一定会受迫害，你甚至会有苦难常常在里面。怎么说？因为我们要成为一个经得起上帝考验无愧的工人，我们要说该说的。他这边提醒提摩太，你要按着正义来讲解真理的话，不要成为宗教敛财的传道人，知道吗？不要成为宗教敛财的传道人，你不能随从肉体，跟着潮流，跟罪恶妥协。魔鬼都藏在细节里面，其实传道人每一个人都会被诱惑。当我们看到某一个人因为一个大牧者因为情的事情发生了，那个一定是从由小慢慢大，不可能一下子，不可能。所以想要在地上敬虔度日的真的信徒，每天要过着对上帝负责的信仰生活。什么生活？这种生活就是让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跟基督连结，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主人，带领我们往前要往哪里？不是我们自己要往哪里。所以我们常讲嘛，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不再是你啊，乃是基督在我里面。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这样走的时候，受苦是必然的。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其实我的股东也笑我股东笑我，读那个什么东西，能够多少钱？我股东会笑我，因为他们信仰不一样嘛，他们是好意。当我们愿意敬虔，愿意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的时候，我们要去爱仇敌啊，那个是很痛苦的。
弟兄姐妹，我们要去爱不喜欢的人，甚至我们要去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牧师知道，有的人在家里从来没有洗过碗的，有没有在家里从来没洗过碗的？这辈子从来没有洗过碗的，举手一下，都不敢举手。真的没有吗？金孙，你厝有洗碗？有啊。你知影哦？因兜的规矩拢伊家的哦，他们家的鸡都都他吃的啦。以前啊哈，现在没。啊，小贾，小贾今天没来。你们现在鸡腿是买2只？买2只，不会吵架了哈，不吵架了，买2只。我们现在有善后小组哦，爱餐有善后小组哦，那个就是大家一起来洗碗，来一起来善后来打扫。可能很多人之前那个听说文和长老就是婉柔的爸爸也来帮忙料理爱餐，那个是他第一次上厨房哦。你知道哦？听说了听说文和长老小时候只要坐着就有人喂东西了，你知道吗？他是少爷哦。那个真的，我们是以前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可是我好像听说是这样，因为他是少爷，从小家里就有那个，好像我们以前看的那种清末民初的那种大户人家。定信，你干嘛笑那么夸张？对，好像真的就是那个，但是没有，我上次也讲过嘛，但是很感动，他来帮忙料理，听说有削到手是不是？我很感动，他愿意去做，愿意去做。我们上帝对我们的呼召，会做我们不想做的。弟兄姐妹，教会绝对不是俱乐部，绝对不是吃喝活动、交朋友，甚至你爱来就来，不爱来就不来。教会也绝对不是拍卖市场，信仰绝对不是如廉价的商品去推销啊。我们的信仰不用去推销，你也不用去拉你朋友来。牧师讲真的，不用像某一个牧师讲某一个策略说要去拉什么贝斯的，你不用去拉，你不用去拉。你要行出来，让人家觉得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我想我们这边很多人在职场上面，让散发出馨香之气，不愿，你为什么可以长跟现在跟世俗人都不太一样？你就会吸引他当他来，我们都是买东西都知道嘛。我去百货公司一直跟你推销，你就走掉了嘛，对不对？当我自己喜欢的时候，那个吸引你的时候，不用推销我就买了，不用推销什么。我们信仰不是廉价的商品，我们教会更不是应该随波逐流，随世界的价值观，快速，或者是机会主义啊。有教会历史以来，教会一直常常受逼迫大泛滥。21世纪的教会内外的问题更是严重啊！牧师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里面多严重。有时让我牧师会心里很焦急啊！有时我们看到教会这么堕落的时候，我们心里会很焦急。但是大家不用担心，事实证明是世代的教会，历世历代的教会依然可以得到平安，不止可以得到平安。福音反而会到各处去广传啊！福音广传不是因为我们哪一个策略啊，不是啊。这几十年来不是用很多的策略吗？不用策略，原因是什么？上帝的教会谁会自己保守？上帝会自己保守啊！你不用担心。不喜欢教会你就离开，你也不用怕建成会不会倒。上帝的教会，上帝会自己保守，因为有很多忠心无愧的工人。他们一生持守的信仰，与上帝同行，于是我们看到教会依然站立。建成教会75年了，只要我们真的彼此相爱，走在上帝的真理上面，我们会依然一直站立的。建成教会75年，是我们很多的亲人、过去的信仰前辈，他们付出了极大的心力来建造的。2位牧师在建成7年了，在这7年当中，差不多平均1年有4、5位弟兄姐妹被上帝接走。7乘以4多少？7乘以4 28。牧师有这么多人哦，你们不知道哦。我们会让人不舍，
但是我们都要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们都会被上帝接走，只是时间上的不一样。不一定牧师或者浸会长老年纪比你们大，我们就会先走，也不一定哦，不是这样排队的，哦。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成为无愧的工人啊？我们成为敬畏上帝的基督徒啊！我们要成为弟兄姐妹你在服事上面的一个榜样。你们知道吗？我们的长老很重要啊！长老这个职分跟牧师一样，是要跪着按手被呼召的了。他们都要成为信徒的榜样，其实他们的压力担子都非常的大，牧师也非常的大。只是弟兄姐妹，你们要成为彼此。你们每讲的一句话，哦，上次那个也有一个人跟佑豪讲，佑豪在社区你分享了一句话，很感动我。你看，你不能乱讲话嘞。因为我们常常讲了一句话，就会去感动某一个人呢。牧师也常常听到有人跟我说啊，那个哦，他这个啊，那个宇翔的阿嬷哈啊，某某人哈，哇，就老关心咩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有很多的信仰前辈，他们虽然走了，但是他们都还是信仰，都还是在我们这边。牧师每次去看那个邱明正啊，一个90岁，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哦，现在在家里躺着。每次去他都在讲浸会长老哈，还有那个姐妹们的妈妈哦，我跟那个妈妈哈，她很关心我怎么样？你看，我们信仰绝对不是在这边听30分钟讲道，我们的信仰也绝对不是讲了很多，不是，我们是用身体实践让人家感动到。你们每一次的服事，其实牧师都非常的感动。而上帝会用他意想不到传扬我们的福音。你们知道75年前的时候，建成建立的时候，旁边有什么吗？我不知道，浸会长老可能不知道，可能小时候。你们觉得现在还有人知道？可能我们自己都忘记。来，我们第一任的牧师的名字叫什么？黄6点，哇，还有人知道，感谢主哦。你知道我们这附近的邻居会不会知道？你们觉得会不会知道？应该不会哈。我跟你讲，牧师记后面的巷子啊，我们对面的巷子有一个干妈点，真的是干妈点哦。那个长辈80岁，我去买鸡蛋，那有时都会跟他聊天。我是这边的教会，他说哦，教会哦，建成教会哦，哦，那我们这附近最老的一个建筑物。哦，那个牧师哈，在我小时候哈，哪一个牧师黄6点，哇。他从小时候知道黄6点牧师到现在80岁了。上帝常常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宣扬主的福音。最近我们有2位姐妹被上帝接走。我们干事的妈妈，还有一个我刚刚讲我们建成教会最老的一个姐妹100岁，她是日本人，也是医生娘。结婚之后就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学国语、学台语。她非常的，这2位姐妹，她们都面对不一样的问题，但她们都用她们的实践来展现出信仰。干事的妈妈、干事的爸爸，在40岁的时候，眼睛就突然看不到。这40几年来，他的眼睛、他的手，就是静茹姐。静茹姐带着他出国游山玩水，带着他去参加跑步，穿着他平常的时候带他去篮球场上投篮球。他用他的生命来见证上帝的爱。这个日本的媳妇嫁来台湾，她成为先生。听说她嫁过来之后再也没有回去了。牧师那天才知道，她的名字本名不叫陈金子，在他们家里面呢，她叫陈秀柳。如果你们看陈秀柳这个台湾名字，
金子是日本名，叫做牧野金子，牧人的牧，田野的野，牧野金子。他因着上帝的爱，他相夫教子，也教导了一群很敬畏上帝又孝顺的孩子。牧师也常常讲，建成教会有很多孝顺父母的儿女，对不对？但是牧师要讲哦，其实是因为这些父母，他们都成为好的榜样，以至于让这些儿女愿意孝顺他们啦。换个角度来讲，应该是这样子：这个100岁的儿子老二，一辈子没有结婚，一辈子照顾着他妈妈。100岁，那这个儿子几岁了？他已经不是孩子了，他从年轻照顾他妈，他现在72岁了，把屎把尿照顾妈妈。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前辈都成为一个我们很好的一个见证，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我们要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展现出来，我们要成为无愧的工人。我们一起站立，让敬拜团一起带领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让我们来唱回应诗。耶稣基督，我愿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我们来做个祷告。耶稣基督，谢谢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流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愿你赐下安慰医治在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主要我们知道现在不知道哪个弟兄姐妹他们心里是非常的忧愁、担心、害怕。你圣灵的大能，你那样使人复活的神，你那又真又活的上帝，你亲自带领我们能够活出美好的一个见证。我们不单单只是用说，我们不单单在看，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我们要实践这个信仰。谢谢主，谢谢主，你这么爱我们，帮助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我来一起唱最后一首歌，带着回家。来首。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2场礼拜到这里结束，大家可以彼此交谊，一起